香港西部水域擁有獨特嘅海洋環境，獨特在於有兩股水流相會在此，一面嘅水流源自珠江，帶有大量沙泥同埋有機物，令海水變淡，讓海水染黃；另一面就源自南中國海，藍綠色嘅海水同泥黃色嘅河水互相角力，為呢片水域帶嚟充足養分。充滿養分之餘，同時係鹹淡水域交界嘅地方。中華白海豚就最中意咁樣嘅棲息地。佢哋係一種海洋哺乳類動物，有時會單獨出沒，有時都會聯群結隊。群體之間有緊密嘅社交同溝通，亦都比較活潑好動。成年嘅中華白海豚會育養幼豚一段時間，直至佢能夠獨立生活。香港南部同東部水域同時係另一種海洋哺乳類動物嘅棲息地。江豚全身灰色，但性格害羞，行蹤隱秘，一般比較難以觀察。有見及此，漁農自然護理署喺香港西部水域成立咗5個海岸公園，保護珍貴嘅海洋資源。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覆蓋近650公頃水域，包括咗現時中華白海豚經常出沒嘅棲息地，例如雞翼角分流嘅近岸水域。南大嶼海岸公園總海域面積約為2067公頃，覆蓋咗大嶼山南面索罟群島一帶，有中華白海豚同江豚出沒嘅水域。北大嶼海岸公園就係喺2024年成立，係香港第8個兼面積最大嘅海岸公園，覆蓋約2400公頃水域。成立北大嶼海岸公園有重大意義，可以將鄰近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同埋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連接起嚟，從而喺北大嶼水域形成總面積約4570公頃嘅相連海洋保護區網絡，為保育海洋生態同漁業資源產生協同效應。此外，北大嶼海岸公園亦毗連廣東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將位於香港同內地嘅海洋保護區連接起嚟，讓中華白海豚可以喺呢啲棲息地之間穿梭往來，得到更好嘅保護。為配合海岸公園用作保育嘅目的，必須監察同有效控制喺海岸公園內進行嘅活動。喺海岸公園內，船隻不得以超過10節嘅速度航行。漁業活動亦都受到管制，只有持有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嘅人士，先可以喺指定海岸公園內從事捕魚活動。漁護署肩負起管理海岸公園嘅責任，監察海洋哺乳類動物嘅出沒情況，亦會日夜巡視海岸公園內嘅海上活動。漁護署亦都建立咗分區管理計劃，例如喺部分海岸公園設有核心區，嚴格禁止捕魚活動。如果發現任何人士違反海岸公園條例第476章或其附例，均會採取適當嘅執法行動。市民如參與觀賞本地海豚活動，請遵守觀豚活動守則，唔好觸摸或餵食。假如發現海豚喺船隻前方100米內出沒，應減速或停航。通過成立海岸公園，並透過適當嘅管理同執法，我哋希望能夠有效發揮海岸公園嘅功能，為海洋生物提供優良嘅棲息環境，保護海洋哺乳類動物，同埋維持海洋生物多樣性。
讓我哋一齊保護海岸公園同埋喺香港棲息嘅海豚。